今期咧想同大家探討下咧就係2026年咧，我哋咧丙午年咧12生肖咧嘅顏色配搭，點樣用顏色咧幫我哋咧趨吉避凶。我哋知道咧2026年咧就係丙午丁未兩年嘅第一年，丙午年即係咧赤馬紅羊劫開始嘅第一年。咁丙午年咧天干同地支咧都係屬於陽火嚟嘅，係可以話咧係火氣好旺。咁再加上咧2026年咧喺黃極經世嗰個嘅直年卦度咧就係咧天火同人卦。天火同人卦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咧火咧就去下，咁咧上面咧就係天，即係屬金啦，係咁咧就第一火克金。第二咧，火在下而直燒通天咧，咁所以咧個火勢咧都係幾旺嘅。再加上咧2026年咧係處於嗰個下元九運嘅第3年，咁所以話咧成個運勢嚟講咧都係充滿咗火氣嘅。咁暗示咗咧2026年咧會係火災頻發啦，特別係山火。另外咧亦都代表住咧係咧戰火咧更加會咧係更加肆虐，進一步咧就摧毀家園。咁另外啦，火在下亦都代表咧火山爆發啦、地殼變動啊，呢個地震頻繁嗰個困擾嘅。咁火咧喺我哋人裏邊咧，都代表我哋嘅情緒啊，我哋嗰個係容易有波動啊，容易做出一啲極端嘅行為啊，喪失理智嘅係。咁另外啦，火咧又有擴散嘅意思喎。譬如啲病毒啊、瘟火啊，咁啊擴散，所以咧2026年咧都係對健康嚟講咧係一個挑戰嚟嘅係。咁另外啦，火克金，即係咧成個金融市場，尤其是啲股票啊、投資嘅市場嚟講咧，今年咧要非常之謹慎，因為咧會好容易咧有極端嘅波動啊，咁令到大家咧就造成一個嘅經濟損失嘅。咁所以咧成個2026年赤馬紅羊劫開始咧，我哋係以咧趨吉避凶，以避凶為主，趨吉咧為輔。咁12生肖咧唔同嘅顏色啊，唔同嘅生肖嘅顏色配搭咧，都係以趨吉避凶，以避凶為主，趨吉為輔嘅係。咁嗱，首先咧屬鼠嘅朋友啦，屬鼠嘅朋友咧喺2026年咧就大沖太歲啊，再加上咧佢命格裏邊咧有4大嘅凶星入宮，包括咧歲破、大耗、災煞同天哭。咁咧運程咧你見到咧會好多唔順利嘅地方。咁顏色尤其是外衣嘅顏色咧就係以咧趨吉避凶化煞嘅紅色為主，因為咧我哋以化煞為重，咁啊化解凶星。咁但係咧我哋又要避免咧就火勢過旺啦，咁所以咧要適當咧去配搭咧金啊同埋土嘅色系，讓咧就火生土，土生金，一路相生。咁土嘅顏色咧就係棕色啊、米黃色。金屬嘅顏色咧就係白色、金色、銀色，咁令到咧火生土，土生金。金咧就再生旺咧屬鼠嘅水性嗰個嘅本命五行，咁就可以一路咁生旺。咁嗱，紅色嚟講咧，我哋有啲地方要注意嘅。咁啊，3大鬼節期間，即係清明啦、中元節即係農曆7月啦，同埋寒衣節即係咧農曆嘅10月初一，咁你要避忌唔好着紅色。咁但係其他時間咧，屬鼠嘅朋友咧都係要多啲着紅色嘅係。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咧都係犯太歲嘅，就係犯害太歲。咁啊，星位方面咧有3大嘅吉星，分別係咧紫微、龍德同埋國印。咁啊，凶星方面咧有暴敗、天厄、六害同埋天煞。咁你見到啦，佢又犯太歲，再加上有4大凶星，所以咧運程咧會多多少少有啲唔順嘅。咁穩健起見咧，我哋都以紅色為主，以化煞為主，配合其他譬如土性嘅顏色，棕色啊、米黃色，讓火生土。咁土咧可以再助旺咗屬牛嗰個嘅土性嗰個嘅本命五行。屬虎嘅朋友咧，經過2025年咧刑太歲嗰個嘅波動月份啊，咁2026年咧會好好多。2026年咧有3合太歲吉星拱照啦，咁可以話咧就係咧否極泰來。咁再加上咧太歲吉星拱照啦，咁令到佢更加暢旺嘅。咁不妨咧可以多啲咧配搭咧藍色啊、淺灰嘅顏色。咁個目的係咩咧？就可以咧就係用呢啲屬水嘅顏色咧降溫，同埋咧去生旺咗屬虎嗰個木性嗰個嘅本命五行，相得益彰。咁黑色嚟講咧少少冇所謂嘅，但係唔好太多。屬兔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就犯咗一個破太歲啊。咁星位方面咧有4大嘅吉星，分別係咧天德、天喜、福星同埋霸座。
咁啊，凶星方面咧亦都有4個嘅，分別係卷舌、絞殺、咸池同埋桃花。所以你見到咧有吉星有凶星，再加上咧有少少犯太歲、犯破太歲，所以咧屬兔嘅朋友咧，2026年嘅運程咧會多多少少會有啲波動啊，唔係太暢順嘅。咁穩健起見咧，我哋都係以紅色為主。咁配合咧就係土金水3重嘅色系，土就係棕色啦、米黃色啦，金就係金銀白啦，水咧就係藍色、淺灰同埋黑色。咁咧令到咧就火生土，土生金。金再生旺水，而水咧最終就生旺咧屬土嗰個嘅木性五行，咁啊五行咧齊備，咁令到你去流通，令到佢咧可以咧係一個平衡嘅一個嘅角度係屬龍嘅朋友。咁我哋成日講咧，在天就為龍啊，在地就為馬。咁龍馬嚟講咧係一個暗合嘅，所以我哋見到過年咧，我哋會祝人龍馬精神，佢係一個暗合嘅關係。咁今年咧有暗合太歲嘅吉星拱照啦，再加上咧有天解星入可以逢凶化吉。咁凶星方面咧有4個嘅，分別就係天狗啦、吊客啦、寡宿啦同埋血煞嘅。今年運程嚟講咧都稍為理想嘅，係因為有一個天解咧可以逢凶化吉。咁衣着上面咧其實咧就冇太大嘅限制嘅，咁可以按照自己嗰個要求啊、時尚嘅要求啊去配搭啦。如果你真係要盡善盡美嘅話咧，就可以加啲土元素嘅色系啊，咁令到咧火生土，土再助旺咧屬龍嗰個嘅土性嗰個嘅本命五行。屬蛇嘅朋友咧喺2025年嘅話咧就係犯一個嘅值太歲啦，咁運程嚟講咧相當崎嶇，好多咧都有啲唔順利嘅情況嘅。到今年咧2026年咧可以話咧係雨過天青，再加上咧有6分嘅吉星嘅輔助啦，咁嘅幸運之神嘅眷顧。咁屬蛇嗰個本命五行咧就係屬火嘅，咁因為咧今年火氣太重，所以我哋要作出調整，加啲水元素嘅顏色啊，或者係啲圖案啊、花紋會好啲。土顏色嘅元素嘅話咧，藍色啊、淺灰啦，咁花紋啊、圖案嘅話咧就波浪形嘅，咁啊對屬蛇嘅朋友嚟講咧會有相得益彰嘅。屬馬嘅朋友，咁今年咧就犯值太歲啊，再加上咧有4大凶星，分別係太歲、劍鋒、伏屍同埋咧3刑嘅困擾，咁運程咧多有不順，咁所以咧我哋都以咧避凶為主，咁啊以紅色系為主，配合啲少少嘅水元素嘅色系咧就平衡。屬羊嘅朋友今年咧有6合太歲吉星拱照，咁運程咧相當不錯嘅，再加上咧有太陽啊、天空啊2大吉星，咁啊可以咧大力嘅發展。如果顏色方面咧其實咧冇太大嘅限制，咁啊盡量減少，唔好太多紅色，唔好令個火氣太重，咁 OK 嘅係。屬猴嘅朋友，咁喺2025年咧就犯刑太歲啦，咁啊較為波動。到今年咧就係咧谷底回升，咁啊有吉星上面咧有驛馬、有文昌啊，有2大吉星嘅照耀啦。咁運程咧會逐漸好轉，再加上咧如果你可以配搭啲土元素嘅色系啊，或者金元素嘅色系，令到咧火生土，土再生金嘅話咧，就可以助旺咗屬猴嘅金性嗰個嘅本命五行啦。屬雞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就犯刑太歲嘅，再加上咧有2大嘅凶星，分別係咧貫索同埋勾神，所以咧嗰個運程咧時好時壞。咁啊衣着嘅顏色咧，我哋都係以紅色為主嘅，咁可以配合咗咧土啊金嘅元素，讓火生土，土再生金，去助旺咧屬雞嗰個金性嗰個嘅本命五行。屬狗嘅朋友咧，今年咧不但有3合太歲吉星拱照啦，咁吉星方面咧仲有三台啊、地解啊同埋華蓋星，可以話咧係一吉星咧密鑼滿布，運程咧相當唔錯嘅，可以咧係大展宏圖嘅係。咁顏色方面咧其實冇太大要求嘅，就係減少紅色啦，咁其他顏色可以酌量去按自己個要求去配搭都 OK 嘅係。屬豬嘅朋友咧，咁喺2025年咧大沖太歲，運程咧係相當咧波動啊。到今年咧我哋講咧就守得雲開見月明啊，咁再加上咧有月德、有玉堂、有2大吉星拱照啦，咁咧運程咧逐漸會出現起色。咁顏色方面咧都係配合咗土金水3重色系，讓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再生水，就生旺咗咧屬豬嗰個水性嗰個本命五行咧就大吉大利啦。咁祝各位咧，咁2026年咧就係大展宏圖。多謝咁多位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內容，請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啊！同埋記得 share 出去俾你同樣貪靚嘅朋友，再 subscribe 埋 channel 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美容資訊啦〜